要来抢这个主席台，哪力两党一透早就架集动员。国民党第一时间拍开会议室的大门，发现民进党的立委张嘉宾甲黄捷已经伫内底，两个人到底安怎入去的呢？双方就开始冤家。国民党最近是找开锁的师傅来开门的，黄捷是反呛讲爱因去看监视器的画面。另外，国民党的陈玉珍为着签到的问题，是一个人来攻击着5个民进党的立委。尾也是国民党的洪明凯出来阻挡，才暂停这个冲突。是要来冤家啊！是要来冤家！帮啊摕着为人的身躯顶啃落，那个立委一透早就赤白白，双方为相骂，一路变做相拍，会议室的门口抓就变做战场。看大家人起卡动手，冲突是愈来愈严重。洪明凯随便做人墙，双手压过来阻挡。立院的内政委员会拜一继续排心选罢法，哪力党团早起6点，同一时间发起加急动员，不过国民党的立委煞发现。立委张嘉宾甲黄捷已经伫咧内底，不过会议室的大门才打拍开，内底嘛无其他的技术人员，两人到底是安怎入去的？是引发着烧骂。讲白了，据说是黄委员破坏内政委员会的门，破坏公务。我们就是那么认真，每个人都早起。我们就是5点就来，国民党来太晚，然后这边就幻觉。是看看国民党。甲顶礼拜无共，一届调委高金素梅到开会时间煞拢无出现。另外一件值得注意的是，拜一的会议中无看到哪位柯武真来提案。唯一排审的议案，既然是民进党立委吴秉叡早就要求提案的版本，其中的原因哪力嘛有个人的讲法。那因为我本人委员他是说他要撤案，但是这个撤案还要经过院会通过才能够撤案，所以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他撤案的真正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。他撤案的提案继续排入议程，就是要让民众党或是国民党可以用修正动议的方式，提高罢免，要增加身份证正反银本，要求撤回的案排入去议程，无撤案的版本煞无排审。哪里这场选罢法的战争也未结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